Hello， 大家好嘛，又係我寶 Sir 啊！今日嚟到呢度咧，同大家做一個壺鈴嘅訓練，總共3個動作。今日邀請到2位好朋友啦，我好拍檔阿 Ben 同埋我另一位新拍檔玲姐一齊同大家做訓練嘅。咁啊，準備有啲壺鈴，咁啊4至6公斤，睇落好重，其實好輕嘅啫。如果屋企有咧，試下同我哋一齊做，冇都唔緊要，試下望一望。如果可以嘅話咧，你都可以做下啦。咁樣嗱，總共今日準備3個動作。第一個動作咧，我會叫做壺鈴嘅搖擺。英文就 kettlebell swing，OK， 咁陣間會有啲喘氣啦，同埋我哋喐多啲下身嘅關節嘅動作嘅。咁啊，我準備2個壺鈴，一個輕一個重。咁重啲嘅嗰啲咧就俾個男士做啦，阿 Ben 做嘅。輕嗰個黃色就俾阿玲姐去做嘅。咁啊，大概會做45秒，OK， 係啦。咁啊，呢個動作嘅關鍵喺邊咧？就係我需要你個 hip， 即係我哋髖關節同膝頭哥同一時間去屈曲同埋伸直嘅。你想像好似鞠躬坐低。好快咁樣企直就得㗎啦！嗱，我哋試俾觀眾睇下啦。咁阿 Ben 可以攞粉紅色，玲姐可以攞黃色試下先，係啦。咁啊，記住有足夠空間啦，前邊冇障礙物嘅。OK， 嗱，當你準備好咧，慢慢將個人 drop 落去，放落去，然之後少少手力抽起個波，同一時間揈起個波波嘅，係啦。當你企直嘅時候，呼氣，係啦。你覺得條腰有啲壓力嘅，用多少少大髀膝頭哥，就係咁樣做個動作啦，冇錯。企直嘅時候呼吸就 OK 㗎啦。嗱，事不宜遲，我哋試下計時咯。好，準備大概45秒開始，係啦。所以你見2位咧，我嘅拍檔咧嗰個嘅節奏都相當之快啦，同埋係全身一齊用力，有節奏呼吸咁樣做嘅。OK， 咁大家試下跟住。如果唔明嘅，做咗睇咗先至再做好佢。OK， 係啦，類似咁樣。嗱，我哋揈到心口得㗎啦，唔使太高。冇錯，大家做得好啊！係啦，我哋大概仲有15秒時間啦，冇錯啦，非常之好。係啦，記住我哋唔係腰發力啊，我哋係用我哋嘅髖關節、膝關節同一時間喐去製造個力量俾自己，咁啊輕鬆好多嘅成件事。好，我哋仲有大概5秒，4、3、2、1、0。OK， 好，休息一陣。係啦，我哋大概唞半分鐘到啦。2位 OK 嗎？可以，係啦，訓練有素應該冇問題嘅，係啦，應該要有啲喘氣㗎。咁如果唔係咧，你可能做錯咗，太慢又或者太輕啦個重量。OK， 係啦，咁俾自己唞下先。我拍檔真係同大家做緊，佢都要唞下嘅。OK， 係啊，咁啊，所以陣間我哋會再做多2個回合，大家試下跟住我哋一齊做。OK， 係啦，如果頭先覺得唔係好熟喎，有啲唔係好正常嘅個感覺，睇住我哋拍檔點做。OK， 係啦，好，咁我哋差唔多咯喎，30秒咯喎，玲姐準備好未？好，交俾大家。開始30秒，繼續揈啦，係啦。嗱，如果叻嘅，我哋做45秒都得，冇錯啦，係啦，啱啦，冇錯，係啦。記得下身嘅關節用力嘅，手盡量放鬆，少少提起隻手幫自己嘅啫，主要靠下身。呼吸我哋流暢啲嘅，一呼一吸有節奏，係啦。企直嘅時候呼氣啊，最好。冇錯，大家加油！我哋仲有大概10秒時間啦，冇錯。5、4、3、2、1、0。OK， 好，大家休息陣。嗱，非常之好啊 ，keep 到個節奏得㗎啦，唔使突然間加速。玲姐都 OK， 好得冇問題。咁啊，大家都可以唞陣。嗱，如果呢一刻你覺得條腰有啲唔舒服咧，咁係唔應該㗎。可能你頭先用緊條腰椎去發力啦，咁所以你而家唞耐少少。望我哋點做先。如果叻嘅朋友 keep 住我哋做得一做 ，OK， 好。咁我哋玲姐可以嘛？我做一次好嘛？好，加油啊大家！好，大家都拎起手上嘅壺鈴，我哋準備開始。係啦，如果開始攰嘅，揈慢少少唔緊要，最緊要 keep 住個節奏 ，OK， 係啦，唔使心急，用大髀力，你可以持續耐少少嘅時間。冇錯，大家加油啊！我哋一齊做㗎，你唔好偷懶啊！我哋一齊嚟啊！係啦，冇錯，大概仲有20秒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大髀 pat pat 同一時間用力，我哋仲有20秒。係啦，最後10秒啦。冇錯。5、4、3、2、1。0，OK， 辛苦晒2位，可以放低先。OK 嚇，
咁啊，有啲喘氣㗎，有啲出汗㗎啦，已經出咗汗啦，係嘛 ？OK， 好，唞陣，大家都可以唞下飲啖水先，係啦。咁啊，第一個動作搞掂㗎啦。咁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做第二個動作，就係一個推嘅動作，俾我哋下身唞一唞。OK，咁呢個動作咧，挑戰我哋膊頭多啲嘅。如果你本身膊頭遞唔高嘅話咧，咁啊可以試下慢慢舉起，有幾高得幾高。OK， 咁啊照舊，我哋都係拍檔時候，幫我拎起你手上嘅壺鈴。雙手好似托住盆花咁樣，係啦，冇錯，係啦，托好啲，手會冇壓力嘅，好穩陣嘅。跟住我哋擺喺大概鎖骨前方啦，係啦，好似我拍檔咁樣，雙腳企穩，穩陣實淨嘅。然之後準備好咧，我哋慢慢呼氣舉高手，係啦，慢慢落翻嚟，唔好哼到自己啊！我哋做多次，呼氣舉高手，慢慢落翻嚟，就係咁樣重複咁樣做啦。好，我哋第一陣係啦，咁大家應該都準備好啦。可以嘅，盡量舉高啲。如果唔得就舉前少少，自己話事，千祈唔好夾硬。嗱，我哋大概做40秒啦，好嗎？好，準備開始。係啦，企直個人，慢慢舉起手，慢慢落。係啦，覺得攰嘅喺下巴度唞一唞先至慢慢推上去。係啦，呢個係訓練我哋膊頭嘅肌肉，所以條頸應該唔會太攰嘅。頸攰嘅話咧，可能你縮膊太勁啦。放翻鬆條頸先至再做啊！好，大家加油！我哋大概仲有15秒。係啊，玲姐都做得好好，阿 Ben 都 OK。係啦，冇錯。好，大概仲有5秒。4、3、2、1、0。好，可以休息陣，放低先。係啦，係咪上半身出力多啲啊？係啦，頭先就下半身，而家上半身。係啦，咁啊非常之好。唞一陣，大家係啦，咁觀眾都可能要唞一陣嘅。咁所以膊頭咧，男士就着數啲嘅，因為平時啲體力勞動可能男士做多少少，女士啲上身啲肌力就爭啲，咁所以做少幾下都唔緊要，最緊要穩陣。咁如果你而家腰攰咧，可能你咬腰多一陣啊，你用條腰發上去，咁所以企直個人，谷實個肚。OK， 頭先玲姐都做得好好，直嘅個人，係啦。OK， 好，我哋準備第二次好唔好啊？好，嚟試下咯。咁啊，大概都係40秒時間啦。好，企穩個人先，下身穩陣，力從地起啊 ！OK， 好，準備開始，呼氣就推啦，係啦，大家都係啊，唔使貪快啊！你見我哋兩位拍檔快咧，你可以慢都唔緊要，唔一定要跟佢嘅，佢做示範做得靚仔啲係正常嘅，你盡你能力得噶啦 ，OK， 係啦，慢慢做，冇錯，仲有一半時間，大概20秒，係啦，攰嘅慢慢做 ，OK， 係啦，千祈唔好借力夾硬嚟啊！仲有10秒時間，大家加油！係啦，5、4、3、2、1、0，好，唔該晒兩位，大家都可以休息一陣，可以飲啖水，揈下膊頭 ，OK， 放鬆下先。咁啊，好集中嘅啲力，覺得好硬嘅，膊頭會攰嘅 ，OK， 係啦，咁所以一定要唞耐少少啊，我哋大概唞30秒啦 ，OK， 係啦，唞一陣。咁所以如果你覺得哇真係好吃力喎，咁千祈唔好夾硬，咁咧可能你攞一個裝滿水嘅水樽做都有相似嘅效果嘅。咁當然你叻嘅就攞重少少啦，係啊，我哋要確保穩陣先至慢慢加重，或者加下數都得，做多幾下都冇所謂。啊，玲姐得唔得 ？OK， 非常之好。嗱，我哋唞多大概10秒就準備第3回合啦。OK， 好，咁啊大家可以拎起個壺鈴先，我哋企翻穩先，係啦。大家都準備好啦嘛？好，拍檔一齊開始，去，冇錯啦，係啦，係啦。頭先點做，而家點做，千祈唔好貪快啊！又或者開始攰嘅，停一停喺個心口前邊，先至推上去。係啊，你個膊頭會用力㗎，會覺得條頸用力嘅，唞一唞先，放鬆條頸先再做 ，OK， 盡量做 OK 㗎啦。嗱，大概仲有15秒，保持呼吸啊！大家記得係啦。如果唔係，可能頭暈㗎。我哋仲有10秒時間，大家加油。係啦，唔使快嘅，做好佢，做埋呢10秒。5、4、3、2、1、0。OK， 辛苦晒兩位，大家都可以放低啦。OK， 好，咁所以呢個就係上身膊頭用力嘅。OK， 好，非常之好。咁啊，我哋進入第3個動作咯，就係一個踏後啦，起翻上嚟嘅動作。OK， 咁啊，拍檔可以幫我示範下先。嗱，如果你右手拎重量咧，準備好嘅時候，右腳就會踏後嘅。嗱，踏幾後咧，盡量後少少，方便你跪落去。咁我拍檔咧會跪低啲嘅特登，因為佢下肢有力。如果你下肢冇力嘅，就唔好跪太低，
準備好啦，前腳企翻直，好似我拍檔咁樣。OK， 好，我哋試一次啊，慢慢踏後。係啦，玲姐都係示範下。嗱，玲姐個版本就係會簡單啲嘅，大家可以跟一跟佢。如果唔熟，阿 Ben 個版本就係難少少嘅，佢會掂到地下嘅。好，大家試下拎住個重量，然之後準備慢慢踏後。OK， 好，開始。係啦，上翻嚟，係啦，冇錯，係啦，玲姐就慢慢踏，係啦，少少地得㗎啦，唔使咁厚啊。OK， 係啦。好似蜻蜓點水咁樣，玲姐個諗法就係啦，冇錯，係啦。阿 Ben 就直接掂落地下啦，膝頭哥健康有力嘅就可以做嘅幅度多啲，係啦，冇錯。所以你應該見到咧，阿 Ben 同玲姐嗰個分別就係佢膝頭哥觸地嘅次數係唔同嘅。玲姐後腳係掂唔到地下嘅，佢唔需要掂地下。阿 Ben 每一次都掂到地下，因為佢下身有力。OK， 好，呢邊搞掂啦，我哋試下轉手咯，好嘛？好，大家都可以轉手啦，應該左手拎波波，陣間左腳踏後嘅。好，準備開始，慢慢踏後。嗱，試下水溫先啊，你覺得有力，但未必撐到上嚟㗎，就住膝頭哥關節。OK， 冇錯啦，有力嘅落深啲，唔穩陣嘅唔好落咁深，就住自己，因為下數都偏多㗎。OK， 係啦，我哋仲有10秒時間，慢慢做啊，大家都係唔穩陣，甚至扶住啲嘢都 OK。冇錯，5、4、3、2、1、0。OK， 休息陣，可以放低先。好，阿 Ben OK， 玲姐可以嗎？好，非常之好，係啦。咁啊，所以真係喺你膝頭哥啊同埋 pat pat 附近肌肉咧，會覺得有少感覺嘅。如果關節有痛發唔到力咧，坐陣唞下先，你可能做錯咗啦，或者辛苦得滯。OK， 係啦。咁我會陣間做多2次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唞一陣 ，OK， 咁啊會攰少少嘅呢一 part， 不過最後啦，相信大家做到嘅，係啦，我哋準備第2次好嗎？好，大家加油，係啦，嗱，都係右手攞住先，係啦，咁啊度好個位，頭先點做，而家點做，好，準備就開始，係啦，慢慢跪啊，係啦，冇錯，你可能覺得後腳用力嘅，咁試下將你嘅身咧用前腳踩起自己多啲，咁你覺得前腳發力多啲嘅，我哋希望練前腳多啲，後腳係幫我哋做個動作嘅啫，前腳係個訓練嘅嗰隻腳，冇錯啦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我哋試下轉腳咯喎 ，OK， 係啦，企穩先，準備好，大家都可以開始啦，轉腳啦，企穩先啊，係啦，落去試下水溫先。覺得有力嘅慢慢上翻嚟 ，OK， 唔使太深㗎。如果唔穩陣嘅、唔熟個動作嘅話，好，我哋做多10秒啊，冇錯，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企翻起身，好，可以擺翻落地下啦，個壺鈴。係有啲冤也可以揈下隻腳先啊！大家係啊，因為真係同2位拍檔同大家一齊做啊，咁所以大家落力啲啊，唔好坐喺梳化睇住我哋做，但係你唔做啊，我哋試下個效果係點 ？OK， 咁啊，有啲朋友成日話膝頭哥唔穩陣嘅，你扶住做都冇問題，你唔攞重量都得。我哋希望透過動作練好膝頭哥穩定性咯。你踏後嘅時候咧，前腳係唔喐嘅，咁係更加之好。OK， 係啦，咁我哋唞一陣先，飲啖水，我哋做多1次就搞掂㗎啦。咁所以成個循環用壺鈴嘅3個動作，咁啊都好全面㗎啦，有心肺啦，有上身啦，同埋下身。咁所以大家可以試下用啲工具幫手啦。有陣時我哋之前嘅短片咧，如果係啲身體重量唔夠咧，就可能爭啲。好，我哋試下做埋最後1次好嗎？玲姐 OK， 好，加油啊！唔使心急，做好個動作。右手攞波波，準備好之後右腳踏後開始。係啦，冇錯，係啦。平衡力都好緊要㗎，所以踏後踩實你先跪落去 ，OK？ 千祈唔好心急咁樣做完個動作，我哋去做好啊 ，OK？ 冇錯，我仲有10秒呢隻腳，加油！5、4、3、2、1 ，OK， 慢慢上返嚟。好，我哋轉邊啦，好嗎？大家都可以轉邊啦。左手攞波波，左腳踏後開始，係啦，諗下點做先，諗好啦，試下跟我哋一齊做，冇錯啦，做得幾多得幾多 ，OK， 係啦，我哋最後呢邊啊，大概仲有20秒，慢慢做，大家都係開始攰就揾啲嘢扶住或者做慢啲 ，OK， 唔好心急啊，我哋用肌肉發力，仲有10秒時間，大家加油做埋佢，係啦，冇錯，穩陣嘅，
4、3、2、1。0，好，波波可以放低，好，辛苦晒兩位拍檔，辛苦大家。咁啊就係3個動作，3個循環，大家試下跟我一齊做，好，俾心機加油，下次見，拜拜。